来，咱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让他们直接亲一个，好不好？好，亲一个。行，那我行。啥事儿啊？亲一个。亲。这画面好啊！看镜头。哟，爸，干嘛呢？洪建军，你大爷的！我初吻我还没亲上呢。亲啥呀，爸呀？你少喝点吧，意思一下得了啊。你一边去。那郭淑芬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妈不留下了吗？他倒潇洒，留着我一个人在这受罪。各位，俗话说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今天琪琪的外公范卫国老先生也来到了现场，和我们一起见证琪琪的升学时刻。让我们掌声有请范老先生讲两句，好不好？白叔看这。这儿呢，怎么这干了啊？干了！快，必须干啊！这个必须干啊！来，我给你倒上。哎呦，谢谢。谢谢啊！来，我给你码上。哎呦，厂长你别哭了，今天你是主角。老范呐，哎真是我得感谢你。哎，没有你跟淑芬我啊，媳妇儿呢？我俩真是哎，来，静一静啊，静一静。这个老费啊，你小子可以啊，娶了咱们厂这个第一女焊工，你厉害呀你！哎，怎么着？今天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经验啊？讲两句。淑芬，媳妇儿呢？看这儿。啊！这是哪儿啊？郭淑芬、厂长、洪少荣，有人吗？郭淑芬，你在哪儿啊？啊？淑芬，淑芬，范卫，没事吧，爸？程程，程程，你妈呢？郭淑芬去哪儿了？那个我媳妇郭淑芬，她去哪儿了呀？
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媳妇郭淑芬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媳妇儿郭淑芬，你找什么郭淑芬啊？妈已经走了好几年了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，爸？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你这孩子净胡说！我胡说，是你老年痴呆了，你全忘了。你忘了你是怎么把厨房点着的了？你忘了你大半夜出去，全家人都出去找你了吗？我妈，不会，怎么能不会？你这胡说八道，没有。爸，妈她担心你，她所以天天的看着你。有一天夜里你跑出去了，妈为了找你，她对爸，你是病了，但是我们真的已经很累了。是爸爸不对，是爸爸惹的祸啊，程程，是爸爸不对，爸爸不对。哎呀，你说我这，哎，建军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是邵柔。不是，那个。郭淑芬呐，郭淑芬，你到底到哪儿去了？郭淑芬啊，郭淑芬，我怎么就找不着？郭淑芬呢？爸，郭淑芬到底去哪儿了呀？郭淑芬，郭淑芬，我找郭淑芬，她怎么就找不着了呢？我从来见不着郭淑芬，我要回家找郭。爸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要找郭淑芬。好，找郭淑芬，我们找郭淑芬，我们找郭淑芬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淑芬，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好，没事了。